實習記者拉埋，有一國冇兩制。7日清場，有殺錯冇放過，記者都走唔甩，食晒胡椒噴霧都不特止。有線 cameraman 俾警員阻撓採訪，竟然話佢冇記者證。擺低咗個袋啊！咁大部機都有權假嘅，個記者證就冇權假嘅。我問你一樣嘢，香港政府有冇發記者證？我問你，你答我啊！好。當然我哋明白咧，記者唔係有特權，話即係我哋可以即係橫行無忌，但係喺警方嘅警務通則裏邊咧係講得好清楚咧，佢哋係要協助新聞工作者去採訪，尤其係攝影師。唔知咁啊，記協收到記者投訴，無啦啦俾人叉頸，仲有實習俾警察當係示威者，拉埋去香港仔警署。如果你話佢冇證明文件嘅時候咧，其後咧佢公司咧就已經係發出咗一啲證明文件㗎啦。咁我相信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應該已經足夠咧去證明呢一個記者嘅身份。咁佢唔應該咧再係採取任何嘅拘控嘅行動嘅。記協發表週年言論自由報告，指警方處理遊行越嚟越唔耐煩，阻採訪之外，一國凌駕兩制亦都越嚟越明顯，好似一啲重大事件提報機制咁樣啦。政府淨係開咗個 stand up 就算啦，一個記者會都冇，擺明係黑箱作業。記協對當勞都冇咩期望噶啦，希望下屆特首要頂得住23條嘅立法壓力，同盡快訂立資訊自由法。